今次同大家介紹既湯水材料豐富，當中包括印度椰子、粟米、合掌瓜、有泥紅蘿蔔、栗子、馬蹄、豬展骨，屬於滋潤清甜、營養均衡既家常老火湯。本店已經分享咗有關連結俾大家選購，湯料約供4至6人份量。首先豬展骨洗淨，凍水落開火滾後用作去血水，撈起沖淨備用。印度椰子、粟米、合掌瓜、紅蘿蔔、馬蹄、栗子，本店同事基本上已經處理好切件部分，只需進一步清洗即可。然後大鍋加清水，放入所有材料及薑片，大火煲滾後，撇去浮沫，轉中小火煲個半至2個鐘。煲好後加適量鹽調味，即可飲用。而各營養價值，印度椰子含豐富椰子油脂、膳食纖維，有助潤腸通便、滋陰潤燥；粟米富含維生素 B 群、膳食纖維、抗氧化物，有助腸道健康及降膽固醇；合掌瓜低熱量、高鉀，有助利尿消腫、清熱解毒；有泥紅蘿蔔含豐富胡蘿蔔素、維生素 A， 有助護眼、增強免疫力；栗子含豐富澱粉、蛋白質、維生素 C， 有助補腎健脾、增強體力；馬蹄清熱生津、潤肺止咳，含豐富水分及維生素；豬展骨提供蛋白質、膠原蛋白、鈣質，有助強健骨骼及補充體力。此湯有滋潤養顏、健脾益氣、清熱解毒、補腎強身、潤腸通便等多重功效，適合一家大小飲用，特別適合天氣乾燥、體力消耗大或需要滋補時飲用。最後若想湯水更清甜，可多加粟米或馬蹄。希望我哋既咁簡單介紹做法同營養價值能俾到你哋基本認識同幫助。最後祝你用餐愉快。